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胆做，大胆做。你的拖曳步距离还不太够，没有把防守调动起来。说的有点道理啊。做1、2步的时候，重点在压肩。你再去练练吧。教练分析的太细了，我自己去练。教练，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动作的精髓啊。你做拖曳步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？那肯定是过人呀。那你原地吵什么菜？机会都出来了，只是你没发现。机会出来了，有空间别犹豫，直接挤进去就行。空间拉不开就用负交叉。负交叉，明白了，教练，我这就去试试。